法官大人，我哋控告馬小玲於本月1號喺自己住所出賣肉體換取金錢，俗稱買人。馬小姐，你應唔應罪？我代表馬小玲反對控罪。據國際人權法案141條項正式講明，任何人可選擇自己喜歡、自己決定工作，換取金錢賺取生活費。何況馬小姐係自己家裏工作，冇牽涉報銷、破梁為娼、黑社會控制，全係單刀行事。嫖客係口供中完全滿意服務，費用係事前明白清楚，交易過程完全係商業行為，冇投訴，完全冇法律基礎，工具作出拘捕，濫用法律程序，冇告到私人。控方你有乜懶嘢補充？馬小姐喺屋企收到毛巾、潤滑劑、避孕套、洗頭水，喺警戒口供中，馬小姐承認係出賣肉體換取報酬，入唔入到佢罪？法官你決定啦。你係大佬爺，我唔係啊！你老母咁大，你哋教我做嘢啊！我有分數，9唔搭8。我想問你辯方馬小姐買肉收錢係商業行為，你哋憑乜嘢拘捕佢？何況男女雙方喺你情我願下係私人地方去做交易，你哋是否浪費法庭時間啊？每日望見好奇多想做四我媽，你哋成笑笑，唔好咁擾民好嗎？我想親自問問被告人自己有乜想辯解。法官大人，我想做一個活生生嘅例子。大人，你係法庭內，依家坐喺呢度，你用時間、學歷換取每月穩定工資，而我只用自己身體換取微薄生活費。大家生活方式同時夠一樣，我喜愛依家工作環境、生活方式、生活態度，希望法庭尊重我個人選擇，咁樣足以證明我冇犯法。大人明察啊！即係人權法案被告人，你陳述自己都係合情合理，唔知都會懷疑你懂嘅法律。我認同你個人觀點，本席宣佈被告人無罪，當庭釋放。Nice。案件80級強迫白作黑社會控制，完全係個人商業行為。何況辯方用案例係50年前，已經過時，希望你哋與時並進。重點再講人權法案中，任何人可以選擇自己喺個工作環境換取生活費，但係尊重任何人生活習慣。暫停，馬小玲可以領取今日堂費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